英皇被駕崩，重溫當年亞視誤報江澤民死訊經典一幕。近日英國一間電台又犯同樣嘅錯啦，佢哋喺5月20號中途腰斬節目，向全國宣布英皇查理斯3世嘅死訊，仲即場播英國國歌。This is Radio Caroline. We have suspended our normal programs until further notice, as a mark of respect following the passing of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. 跟手進入靜默程序，冇幾耐有工作人員發現出事，隨即恢復正常廣播，向聽眾致歉。誤報死訊呢家嘢，亞洲電視就真係始早啦。2011年7月6號，當晚6點鐘新聞實牙實齒報導江澤民病逝嘅消息，更即時轉黑白色嘅台徽，連紀念特輯都預備好。點知第2日中聯辦同官媒就公開直斥純屬謠言，亞視嚴重違反新聞操守。當時連身為江澤民堂兒孫嘅亞視大股東王征都要第2日瞓醒先得知呢單嘢。我也是看電視才知道這個消息的。最後亞視被罰款30萬，新聞部高層梁家榮引咎辭職。由於英國有君主逝世嘅既定廣播程序，涉事電台 Radio Caroline 喺社交媒體嘅道歉聲明指，今次就係因為電腦錯誤觸發呢個程序，上次就羅生門，今次就係系統故障。所以除咗人類，機器都係總是要犯同樣嘅錯誤。Techline 繼續同你 tag 盡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0617。